今日返咗中山嘅屋企，天氣咁熱，得2個人食飯就簡單一啲。喺樓下買2個番茄，再加多2隻雞蛋，一於一煲過，煮個懶人飯。洗乾淨一啲米，較啱米水就放入去電飯煲，用少少鹽洗乾淨個番茄，搣咗個丁，喺個背部界個十字，就咁放埋入電飯煲同米一齊開煮。一陣間會有好多番茄汁，所以啲米水可以落少一啲。就咁按平時煮飯嘅程序，去到最後焗飯嗰幾分鐘，加入2隻蛋漿，將食材攪拌均勻，冚返埋個電飯煲焗佢最後幾分鐘。如果鍾意食窩蛋嘅，可以將成隻雞蛋打喺番茄上面，等雞蛋定型之後不出窩蛋，然後先至將番茄同埋飯攪拌均勻。簡簡單單嘅一餐，食咗之後覺得個腸胃好舒服，營養又夠，3兩下手勢就煮好，食飽洗埋碗。係咪好適合我呢個懶人呢？